熱身、操肌。男人40更加注重裝備自己。肚腩啦，咁就唔知係因為係依家呢個社會嘅生活水平係咁樣啦，定係我家族遺傳啦？咁真係個肚腩係比較大嘅，咁就啲中央肥胖就真係要慢慢去減落去咁樣。人到中年做運動唔只係為咗保持體態，最驚係真係老咗嘅時候撐唔起嗰副骨咧，隻腳真係要努力啲嚟到去練，唔好令自己會咁容易會跌倒啊嗰啲咁樣咯。中年發福，肌力減少，其實有跡可尋。其實男士嘅更年期咧就冇女士嘅更年期咁明顯嘅。通常男性嘅更年期嘅定義咧，即是話咧，佢個男性荷爾蒙嗰個製造咧開始慢慢下降啊。除咗喺個性方面之外咧，男性荷爾蒙不足嘅話咧，其實都會有出現貧血嘅情況，咁令到個人可能成日覺得好攰啊、冇力啊。我哋發現40歲之後咧，其實每10年間咧就會有某一個 percentage 嘅肌肉下降㗎啦。咁但係再加埋可能運動又少啦，咁就會形成咗啦我哋呢個可以講話係叫中年發福嘅情況咯。咁我哋知道中央肥胖咧有機會引致一啲心血管嘅病啦，例如心臟病啊、中風啊呢一類啦。咁亦都會因為呢啲荷爾蒙改變，有機會令到一個人個情緒係會受到影響咯。歲月不饒人。點樣先能夠保持強壯嘅體魄呢？最應該做啦，亦都係聽得最深㗎啦，都係健康飲食同埋做翻多啲運動啦，尤其是一啲負重運動。40歲就都盡量 encourage 去做多少少運動啦。咁個目標咧都係希望咧可以令到啲三高啦，包括血壓高啊、血糖啊、膽固醇啊，可以盡早控制喺一個比較健康啲嘅水平。變咗當你踏入更年期嘅時候咧，你亦都唔會話咁擔心。歲月流逝，冇人長生不老，接受自己身體上嘅變化，趁早加強保健意識。即使男士到咗中老年，都可以係型男。本身係註冊社工，喺地區康健中心工作嘅林子慧就勸告男士要放低一啲心理包袱。男士咧好多時候咧，特別係傳統嗰班啦，唔係咁容易去表現佢自己比較脆弱嘅一面。如果真係佢哋遇到一啲健康嘅問題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都揀即係可能同身邊嘅人分享啦，自己去死頂，自己去面對嘅。咁再加上好多時候因為佢哋對於健康知識嘅不足咧，造成咗一個拖延就醫嘅一啲情況啦。男士都係人，有病就要及早求醫，先能夠求人得人。個漫長嘅人生都仲未去到盡頭，咁點解我唔選擇闊啲嘅道路嚟到去行呢？係咪先？體重上面都未係去到我嘅目的，但係因為係真係要好漫長嚟到去鬥爭，咁都想真係有個健康嘅身體啦，咁又唔好有其他嘅疾病啦，跟住嚟到去再面對之後嘅歲月咁樣咯。